今日係2026年1月25號晏晝3點半嘅時間，繼續同大家追蹤翻呢2026年呢10隻我認為有機會跑出嘅股票。第二隻我會揀呢隻 RDW， 呢隻 RDW 呢全名就 Redwire， 咁啊中文譯做紅線公司啦，你當佢係咁啊，主要係做一啲太空科技產業嘅股票嘅，咁啊被譽為太空股入邊嘅 pick and shuffle。咁咩意思咧？即係話佢喺太空基建嘅產業上面咧，係做一啲賣橙嘅工具，唔係賣蘋果菠蘿橙嗰個，係shuffle 係啦。咁啊，即係類似你當係一啲 Nvidia 嘅股票，但係咧就變咗係太空嗰個產業嗰度。我認為個大方向咧，2026年咧，咁啊太空呢個產業咧係必定係會炒噶啦，因為嚟緊如果Rocket Lab 啦，甚至係SpaceX 2026上市嘅話咧，咁啊有機會令到呢個板塊咧一齊水漲船高。咁啊2026太空產業啦、機械產業都要留意嘅。無論如何，你唔好理 Rocket Lab 同埋 SpaceX 有冇可能喺呢一個太空板塊度賺錢嘅話咧，RDW 呢一個板塊都應該係會受惠嘅，係啦，因為呢一隻股票咧，以我理解啦，係做一啲太空冷卻同埋太空資產管理嘅生意嘅，即係話佢呢一間公司係不斷咁樣購買業務啦，同埋做一啲太空嘅特專有技術。咁啊，詳情你哋自己可以上網做啲 research。咁啊廢話講完啦，你可以簡單了解咗佢基本面。咁啊 back to 一個basic 咧，就係其實去到最尾咧，我認為無論你個故事講到有幾完美幾靚都好咧，其實我認為都係睇圖交易嘅啫。係我盡量咧保持一個最中立嘅角度咧，同大家分析翻咧成個圖表嘅走勢。好啦，咁啊，如果大家即係有聽開我啦，咁其實我一直都講一樣嘢嘅啫，就係話無論如何，我需要喺嗰隻股票嗰度揾到推動浪嘅股票。咁啊，首先咧呢隻股票咧留意啦，佢並不是一隻推動浪嘅股票，記住，並不是一隻推動浪嘅股票，即係話你買佢嘅時候，你已經要有定心理準備，佢潛在嘅升跌幅係相當之大，嗱，並唔係一啲長線上升嘅股票嚟嘅，記住，係呢隻股票係呢個特質。好啦，咁唔代表佢將來冇辦法走出嘅，咁短線你要留意佢上落波動相當之大。好啦，成組浪嘅結構 WXY 浪係咪？WXY 浪咧形成三組浪嘅，咁其實咧你可以當佢呢度形成咗一個大嘅 A 浪啦，調整 B 浪咧有機會已經調整完㗎啦，咁啊一齊嘗試咧做一啲比率啦，延伸比率拉拉，下跌 ABC 或者 WXY。好，咁見到咧大概喺1:1嘅呢個位置咧，5.6呢個位置咧，咁啊有一個嘅支持同埋反彈，咁啊大概喺11月尾呢個位置啊，咁啊個升勢都相當之強勁嘅，咁我自己認為嗰啲資金咧已經係偷步咁入咗去噶啦，係啊，咁啊睇翻成交量，成交量見唔見到？係啦，特別呢度咧出咗嚟嘅，咁啊有可能有啲聰明錢已經偷步入咗去，係咪？咁啊短線懷疑 A 浪或者三組浪嘅上升啦，咁你可以 mark 佢 WXY 浪或者 ABC 浪嘅。好啦，咁我先當佢係一個大嘅 ABC 浪嘅股票。好啦，咁啊先假定頭先講咗 B 浪見咗第1:1呢個位置係咪？好啦，咁即係話嚟緊，我係咪應該 expect 呢一隻股票會圍繞呢一條上升通道去行啊？係咪？因為佢要做一個等幅嘅1:1嘅長度。咁即係話，如果2026繼續走牛嘅話，咁我哋用量度跌幅、量度升跌幅啦。咁即係話呢隻股票佢指明要上到76蚊，76蚊潛在升幅。好啦，咁啊我哋投資咧就最忌係上頭啊，即係咩意思？就係話你睇到升，你就覺得佢升，並唔係咁樣嘅，而係張圖表話俾你知，佢潛在會有100%甚至500%嘅1000%甚至500%嘅升幅，但係唔代表佢係而家會升啊！記住，唔代表佢而家會升。好啦，咁點解我會覺得有機會要係再下一個 round 咧？就係我認為2026年咧會有一個比較明顯嘅調整。係啦，咩意思？即係話，如果呢一個 B 浪並冇辦法行出嚟嘅話，短線呢一個 B 浪，我唔排除佢打多個息落翻去。係啦，咩意思？即係話呢個 B 浪有機會中間行多個 XY 浪。好啦，如果美股真係調整嘅話，咁我就可能會將呢一個 ABC 浪啦，
打翻落去做個 WXY 浪咁樣。好啦，咁即係話，如果真係跌嘅話，記住係如果啊，呢個係你哋要 bear in mind，即係佢有咁嘅可能會行，呢個係風險提示嚟嘅。好啦，咁即係話，如果佢真係會向下跌嘅話，咁啊打翻個 Y 浪調整。好啦，Y 浪咧記住啊，佢有個好神奇嘅比率嘅，就係0.616或者0.618。好啦，咁即係話，如果佢真係打多個息 set 先再上去嘅話咧，佢有可能做個雙底再上，係咪？因為你要 assume 2026美股會有個調整會發生啊嘛，呢個要留意啊。所以如果真係調整嘅話，WXY 浪落翻去5蚊至6蚊，再下一波上去，係啦。咁好啦，而家從一個嘅圖表技術分析，有冇咁嘅可能呢？咁啊有少少強勁嘅信號。好啦，咁我哋先從一個浪嘅最低點呢，揾一個上升嘅趨勢啦。咁其實咧，你見到我呢度咧已經係 mark 咗咧，佢疑似行咗個推動浪嘅，係啦。咁但係咧呢度咧，我有少少打一個保守牌嘅，因為咧我唔排除我係睇錯市，係啦。咁而家咧成組浪咧有可能係行緊一個大嘅 A 啦、B、C 浪入邊5個浪，1、2、1、2、3、4、5、4浪息 set 調整再上去5，係啦。咁即係話，如果佢真係做調整浪嘅話，呢度你要當佢 A、B、C 浪。C 浪入邊有機會佢5組浪係咁樣嘅，清唔清楚？即係話，如果佢呢個行一個息 set，跟住見到上星期5係高開低收嘅話呢，所以有機會有一個幾個月嘅調整都唔出奇，係啦。咁呢個你要留意啦。好啦，咁萬一我睇錯嘅話呢，市場上面就有機會當呢一個係推動浪。1、2、3、4、5一浪啦，1、2、3、4、5 3浪，息 set 4浪調整，4浪調整到咗上埋去5浪。咁即係話你一定要有定心理準備，就係話佢可能嚟緊做一個中段嘅回調就會上啦，就並唔代表佢會打多個底落翻去5蚊再上。好啦，咁我哋先當佢呢度真係做咗個推動浪啦。上面阻力留意，咁啊大概係14、15蚊呢個位置，有機會有個阻力嘅。好啦，咁我當佢呢個5浪出完嚟緊，我當美股會出一個調整啦。咁啊攞呢個底拉翻個比率，係啦。咁即係話，如果你哋係對太空板塊係有一個覺得佢真係會升5至10倍嘅，同埋用埋技術分析，咁你就要留意呢一個位置啦。B 浪啦，咁即係話一個可以吸納嘅區間就係7.253至到8.157。嗱，呢度有個頭盔位就係我唔知道個 B 浪會落到幾深嘅。係啦，因為個 B 浪個 range 可以好闊，佢可以落翻去9蚊，再上又得；落翻去7蚊、8蚊再上又得；落翻去6蚊再上又得。係啦，咁呢個咧你就要靠你哋嗰個操作啦，即係靠你哋個 DCA 啦。好啦，咁如果我真係唔放心，我覺得呢隻妖股嚟嘅，但我又想投資一啲太空產業嘅板塊嘅話咧，第一你唔好喺呢啲位置度 all in 啦。第二，留意有冇可能做一個大浪嘅 VCP 突破，呢一個講過係咪？從一個技術分析嘅角度，上面趨勢線拉翻落嚟咧，你見到呢條紅色線咧，有機會有一個好明顯嘅阻力嘅，係啦。咁你唔排除佢可能下個星期推多佢上少啦，可能卡住13、14蚊呢啲位置啦，再打多落嚟，係啦，做翻個息 set 嘅盤整啦，再上。咁即係話，如果你而家買入去嘅話咧，有機會留意佢有機會潛在有一個嘅50-60% 嘅跌幅㗎，係啦。咁成組浪咧，我認為佢有機會咁樣行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嘅之前個浪咧都係咁樣行嘅。息 set 可能呢度係息 set 啦，係咪？唔一定係推動浪啦。息 set 做到個息 set 調整，係啦。咁你睇翻上次咧個調整都係類似嘅。如果你咁樣睇係咪？係啦。佢 VCP 突破咗，但係都打翻落嚟，
係咪？或者你移動一下呢條線咁樣，係啦，或者咁樣調整，係咪？咁所以咧，你唔排除佢而家咧真係會棘翻住呢度打翻落嚟，係啦。咁支持位講過噶啦，咁啊，你如果用比率拉咧，就7.23至到8.1，係咪？但係你唔排除佢真係要打翻落嚟呢條趨勢線，係啦，佢可能係咁樣嘅。如果純粹講波浪，啊，記住1、2啦，可以係咪？3、4、5，二浪如果美股調整，打多個息息，咁樣再上，係咪佢可以啊嘛？係咪？或者雙底接近雙底二浪咁樣再上。好啦，如果美股唔調整，個二浪可能好淺，再上。如果佢唔係行 A、B、C 浪，行 X、Y 浪都得，係因為兩個浪嘅形態睇法都一樣噶啦。W 啦，X 或者 X 喺呢度啦，你唔知道 Y 係啦。咁即係佢呢度咧有機會打一個大嘅 A、B、C， 唔係 Y 浪啊 A、B、C。然而呢個 A 浪咧有機會要出咗啦，同樣都係要等個 B 浪回調。咁所以咧兩個浪嘅睇法都係，如果你判斷佢上升要有調整，一係二浪回調，一係就 B 浪回調，係啦。二浪頭先講過係咪？1、2、3、4、5。咁啊兩組浪嘅睇法咧，我暫時短線有一個回調嘅可能性，係啦。留意係短線有機會有回調啊，所以咧你唔好諗住聽完我講之後咧喺呢度即刻 all in 啊，因為你有機會承受佢短線跌50-60% 嘅跌幅嘅，呢個清楚嘛？係啦，但係咧我睇圖同埋睇分析咧，就覺得啲錢入咗去啦，有機會啲錢喺度 DCA 緊嘅啦，已經係咁，所以有可能有一個潛在5-10% 嘅跌幅啦。咁如果你係一個中長線嘅投資者，我認為太空產業嚟緊10年20年都係好好噶啦，因為Elon Musk 改咗個遊戲玩法，咁啊令到呢一個產業水漲船高，咁啊呢啲板塊有機會受惠。你可以有一個咁樣嘅思維嘅，唔可以話你錯，因為我都唔知嘅，係啦。咁啊你睇住有冇機會咁樣啦。如果真係落翻7蚊嘅，咁啊，亦潛在真係打到呢個通道頂咧，就食500%。如果真係10倍嘅，就8%咯，sorry，8%，即係5至8倍嘅升幅，係啦。咁呢就係我其中第二隻會揀嘅股票，係啦。咁嚟緊我都會繼續同大家 update 啦。好啦，咁啊呢度戴多次頭盔先啊。波浪咧係純粹而家我見到乜，我直接同你講乜。即係佢有機會咁行咁樣嘅浪，我就同你講，如果佢嘅浪形變咗，你哋要小心啊！因為我唔擔保佢會升100%、800%，係純粹我而家見到佢有咁嘅可能。萬一突然間公司執笠啊，有啲黑天鵝嗰啲咧，我係預計唔到啊！記住，所以咧呢啲妖股嚟嘅投資有風險，記住我冇叫到你買，我係用技術分析話俾你知。佢可能會跌完先再上，或者少少嘅調整再上。咁呢個你哋要衡量啊，係因為咧近期我覺得美股佢有可能個升勢冇辦法延續，係啦。咁就如果你真係中長線嘅投資者，你可以當我 bullshit 嘅，你咪覺得可以買，你咪呢啲位買咯。係因為佢可能會升噶嘛，係咪？呢啲頭盔位係咪？佢可能升都得噶嘛，佢唔回都得噶嘛。係啊，咁但係我睇到嘅就係佢有可能打個1:1。A、B 等於 C、D， 係呢個就最直觀嘅技術分析咯，清唔清楚？但唔代表佢一定會行啊！記住，你哋要夾自己嘅思想同埋思維，同埋睇圖嘅功力，係啦。咁啊買唔買咧就真係交俾大家決定啦。咁我純粹見到乜講乜嘅啫。好，今日嘅波浪點評去到呢度。